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，正国寺的常住，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各位，《华严经》这是上等的佛经，大乘的佛经，对所有菩萨们讲的，不是对一般人讲的。佛陀慈悲，利用这个《华严经》，要度化一些程度比较高的人，修为境界比较好的人，他是要度化这些人。这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，师父赶快把它写出来，跟各位大家分享分享。佛陀告诉我们，不孝顺父母，不知道做人的基本道德，知恩要图报啊！父母养你啊，生育你啊，教育你啊，是多么的辛苦，父母是付出多大的心血。一个人不懂得孝顺父母，又不恭敬三宝，三宝是多么重要。佛法僧三宝，有佛才讲出很微妙的道理，才能告诉我解脱成就的道理，才知道前世今生的道理。这个叫法。佛陀讲了法，谁要去讲呢？就出家人啊，你有这个责任哦，不能把责任撇得开开的。这个不像一个出家人。出家人的重责大任在弘法利生嘛。怎么样能让这个法讲出来之后，让众生可以依靠？各位，对三宝你不懂得恭敬，互相争斗啦，互相诽谤啦，恣意妄为啊，任意的胡作非为，对天忤逆，对地呢不遵守做人的原则，非法谋求，你不是正当的手段，想得到别人的东西，想要去霸占人家，想要夺取别人的东西。由于这些原因，会感召刀兵饥荒啊，很多战乱啊，战争啊，是这么来的啊。饥荒，你看那个饥饿，很多人三餐不继啊，流离失所啊。有的父母啊死掉儿子了，有的是老婆死掉老公了。各位，孩子都离家出走，或者是被炮弹给炸死了。你看这个人世间是多么的哀伤，多么的可怜呢？都是因为感召这种刀兵发生，这一种非常慌乱的时代里面，疾病横时，很多疾病啊，瘟疫传染也产生出来了。你看很多人感染了，结果一下子就死掉了。天灾人祸，山崩啊，地裂啊，火烧山啊，很多人的唯一可靠，大家慢慢的就堕落在一个非常凄惨、非常可怜的地步。天灾，各位，大海啸啊，地震啊，火山爆发呀，这些是不是天灾啊？是天灾。人祸是人为了要贪求，为了要能够扩张他自己的权利，不择手段的来去危害到众生的性命。天灾人祸，种种的报应就这样出现来的。为什么这个天灾地变？为什么这个战乱都没办法平息？是什么原因？人不孝父母，不恭敬三宝，互相去争斗，彼此你争我强的，互相诽谤。你看，你说我怎样，我说你怎样，这样随便栽赃抹黑，恣意妄为，非法去谋求，这样原因谁感召后面有刀兵啦、饥饿啦、兵荒马乱的啦，有疾病啦，有横死的，有天灾，有人祸了。这种种的报应都是我们人造出来的啊。一切唯心造啊！你的心态不健康，心态是已经偏差了，邪知邪见了，再造成我们外面的环境这么不安定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谨记在心啊！我们希望社会和谐，国家都能进步，天下都能太平。你首先要改变你的心态啊，各位，对不对啊？你的心态要改变，我们要端正，做人要实在，讲话要坦白，不要故意去抹黑别人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。在《华严经》里面已经很清楚，透过这简单的几句话，让我们世间的人明白，我们不能胡作非为啊，不能跟上天对抗啊，做人的基本道德人品呢，一定要小心啊，各位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些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末法年代的众生，你除了能够端正你自己，也帮助这个社会更加的祥和。我们把这一章来告诉大家，阿弥陀佛。